台中山六国小连续5年来举办课间的演奏会，就是伫2节课之间休困的时间，提供学生一个表演展才艺的舞台。两位同学徛伫咧头前，作为由 violin 演奏经典的歌，互大家拢听个真美。接落来，个同学带来钢琴精彩演出，大家嘛拢拍扑啊，学了赞。山六国小为了提供学生一个表演的舞台，连续5年伫咧下课时举办演奏会。这次准备了2首曲子，然后准备了1个月，很好。为什么？因为能在大家面前表现。我从3年级开始参加钢琴演奏会，我觉得表演给大家就是一种经验。校讲演奏会拢是学生啊家己报名参加，除了演奏的歌，就和活动的主持人拢是学生啊来主持。啊，这个表演唔那训练学生的胆量，大家应该听到也拢变真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